我真心勸大家千祈唔好買呢個小區，10個人買咗有11個人後悔，我就係其中一個。連小區大門都搞咁豪華氣派，我親戚朋友過來扇門，以為我發咗達，同我借10萬8萬，我話點先好啊？自從我自入落嚟之後，日日俾我老婆叫落嚟游泳健身，搞到我一啲個人空間都冇，真係煩死人。人哋買141方只得100平方用，我買呢度141方足足有180方咁大。買家私個錢都比人哋多出20-30萬，真係銀紙唔襟使。前2日喺電梯撞到樓上2位鄰居，一個係大老細，一個係大領導。只係呢度個業主個個都係非富則貴，除開我。6樓行幾步就係南平華發中兜，10分鐘過澳門關口。萬一我老婆日3食5兩上去消費買嘢，或者係澳門搓2手。你話我要揾幾多錢先夠使？等我揾到錢，就算後悔我都係買呢度。